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多謝大家繼續收睇收聽西華三寶。喺未開始今集嘅分析之前，不如講下我依家有少少唔自然。唔自然嘅原因係我要用隻手揸住支咪，因為呢支咪呢係新買咗1個月。點解買咗1個月依家先攞嚟用啊？因為佢呢係唔同牌子啊，新品種啊，佢有個開關掣。咁我就買錯啦，因為如果每一次都要開關，通常啲電器呢開關得多都比較容易壞啊。壞嘅地方呢咪就係個開關掣咯。所以我買咗之後有啲唔中意，所以一直擺咗喺度成個月都冇用過呢支新咪。收音會唔會比舊嗰支好呢？咁你哋依家聽下就知道啦。嗱，依家呢係3月26日星期三下晝嘅接近3點鐘啦。距離今晚傳嚟夜宴啊，仲有3個半鐘頭。今集節目呢，我會同大家講呢個第一口三寶，即係第3、第4同埋第5場。如果你有聽開西華哥嘅節目，就已經知道第3場我嘅第一選擇博冷門8號碼排過一檔，今個馬季表現極差，已經減到落嚟45分，孭個副磅亦都輕121磅。今場配備上除咗個眼罩嚟到同你玩，擺到明一定同你放啊！呢隻就係8號碼，叫做時間寶，係我嘅第一選。第二選呢，今場馬嘅大熱門金城江騎嘅5號超加加，佢呢就要留前鬥後追，上場能夠喺馬群之中追上嚟，證明呢隻馬呢跑泥地，唔怕食沙，擺到明係泥地馬噶啦，係我嘅第二選。咁啊，第三選係邊隻呢？就會揀翻隻1號碼論文，呢隻馬底質全場最高，因為健康有啲毛病，所以影響咗佢搞到咁耐，搞到轉晒馬房，搞到今季先至能夠贏馬。一旦贏咗好開呢，應該繼續好。不過今場孭個135磅同埋排個10檔呢，好似就冇乜冠軍相。嗱，至於如果你硬係加多一隻冷門呢，我會建議大家留意下13幸運同行，呢度唔解釋啦。如果揀一隻就8咯，揀2隻就係超加加。至於三寶，你要跑第一噶嘛？論文我頭先都話都冇乜冠軍相。至於反而你可以啊，真係加埋隻13啊！我諗有成20倍、20幾倍呢。哇！跑佢出嚟啊，真係都仲要睇埋下一關嘅，因為三寶要中晒3場嘅頭馬嘛。尾關跑第2都得，收安慰獎。一跳呢，我唔講第4場住，我講第5場先。如果你有聽開我主頻道，應該都知道我已經分析咗第5同埋第6場。嗱，第5場我第一選擇呢，一定係佢噶啦。我諗全世界都一定係會揀3號黃寶嚟嘅，贏得自然。因為上場佢贏馬，仲要輕鬆贏，做出嘅時間快過1分09秒。須知道呢，跑泥地1,200第4班能夠做出快過1分09秒，咁佢再跑返呢個場地呢個路程呢，隨時有機會再贏。咁啊，11檔當然係有啲問題啦，但係就算出閘唔夠快，以呢隻馬黃寶嚟騎慣騎熟，就算沿途跟住2、3位轉彎一踩油，輕飄飄嘅副磅同埋狀態巔峰，就算出閘唔夠快，轉咗彎入直路一樣可以追上嚟贏，因為對手啊實在水皮。如果揀一隻呢，3就搞掂晒啦。揀多一隻呢，嗱，呢隻真係有權呢偷雞嘅。4號手錶之星田泰安騎，嗱，唔解釋啦，呢度第3選有冇都有嘅。冷門馬12銀翅勇士，不過要贏3號同4號真係相當有難度啊，咁你自己考慮啦。好啦，跟住第4場啦，係由第5班馬跑泥地啦，當然今晚係全泥夜宴。幾多隻馬跑呢？12隻。咁啊，先睇睇12，叫做加州代表澳洲4歲馬，上場啊54倍，跑翻個第3喎。會唔會呢隻馬已經喺
19分呢個低位反彈呢？因為上場排檔又曳喎，13檔，能夠跑得接近，會唔會好開就好啊？其實呢啲5班馬你要記住，自己買緊5班馬，好水皮嘅，一啖砂糖一啖屎，好起上嚟，贏到你唔信，贏完之後輸到你唔信都得㗎，表現好差。如果唔係呢，唔會落到5班呢個19分啦。好啦，11號鑽石翱翔，佢本身有啲速度，跑泥地跑草地都得㗎，所以近2場你睇翻呢，都能夠上名嘅。但係今場係跑泥地1200，之前呢，佢跑第3呢係喺10泥，輸條頸呢係正常泥啊。今晚跑正常泥喎，佢會唔會擺前走又俾佢跑到呢？唔出奇，你喜歡佢呢，我覺得都冇錯嘅。10號馬叫做南區王，呢隻10大衰馬其中之一。不過最近轉跑泥地跑3場有2場跑第2嘅，喺泥地上呢就有啲追勢嘅。今場繼續跑得好呢，都係好理所當然啊！如果我哋單單計時間計死數呢，佢第一次跑泥地即係3仗之前啊，即係12月18日當日呢，佢做出1分09秒81。但係你睇翻上場跑10萬地10萬泥呢，1分10秒94，足足慢咗1秒。10萬泥啊嘛，咁梗係跑得慢啲啦。所以呢，都不能夠作準嘅，就用1分9秒81嚟到同佢計數，再對比翻鑽石翱翔嗰個比賽時間，即係用呢個叫做12月18日，佢係1分09秒85，咁咪就係同阿南區王即係好接近，好接近。南區王跑第2，佢平頭跑第3，亦即係話呢隻南區王同鑽石翱翔嘅實力其實就旗鼓相當，明白未啊？我哋計死數就係咁計啦。好啦，9號馬叫做龍騰飛翔，今場除咗個眼罩嚟到跑，又最近都手風轉順嘅賀銘年騎上去，會唔會嚟個大變身呢？龍騰飛翔呢，以往跑1000直路又得，跑泥地1200都得㗎，即係泥地草地都合適㗎。但係今個馬季呢，已經由4班落到5班，跑咗3場，輸得都比較遠。睇嚟呢隻7歲馬呢，都係喺退化階段，退化之中。8號馬遙遙日上，較早之前跑咗一個第3，就係喺谷草1000後追嘅。咁跑過泥地都冇乜表現，今場都冇乜根據啊。7號馬快馬加鞭，今個馬季跑咗幾個第3名，跟3、4位走又得，留後少少居中後追都得。今個馬季全部大部分都係跑泥地1200，輸得最遠呢，就跑呢個濕泥1650真係長得滯。1200呢就啱跑啦，不過最叻都係跑第3㗎咋，最叻跑第3。其中有一場尾就係南區王、鑽石翱翔、快馬加鞭幾隻馬都一齊衝過終點，亦即係話快馬加鞭、南區王、鑽石翱翔嘅實力都係喺伯仲之間。好啦，6號馬威力勇氣田泰安騎牌一檔，上場呢就放頭走跑第2 24倍嘅冷門馬。咁今場轉跑泥地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嗱，睇翻今個馬季季初嘅第1仗，佢就潘明輝騎就跑第10，輸俾頭馬5個身位。咁亦即係話以佢跑嗰1場泥地嘅比賽嘅賽績嚟到做根據呢，就表現就唔太理想。不過季初可能個狀態就未操起啊。咁如果上場佢係跑翻個第2，證明狀態就起咗。狀態起咗，有個1檔機會，會唔會喺7、10、11之上呢？呢點值得動一動腦筋嘅。好啦，跟住黃寶嚟又係11檔其實年年勝利。嗱，如果今場唔係跑泥地，舉個例今場係跑田草1200，你覺得年年勝利嘅機會係咪提升啊？
梗係啦，跑草地就算11檔，阿妹減10磅，對住啲5班水皮嘅馬，擺前走，你追我好過我追你啊！咁如果今場跑泥地，佢又放唔放得出呢？嗱，我曾經咧喺尋晚啊，我係望過呢一場嘅，我睇過年年勝利呢，佢今個馬季總共跑咗7次，其中有一場呢就跑泥地1200，當日係8倍，你知唔知邊個騎？嗰個叫做麥道朗，排個10檔，一出閘唔算太快。咁當然麥道朗可以一出閘就放頭走，但係麥道朗選擇將隻馬稍稍留一留，咁變咗佢全程呢就俾人頂住喺個2疊3疊嚟到走嘅。咁沿途呢，佢一路呢就望咗幾次右手邊，佢係好想呢就揾個遮擋啊，攝咗埋去2疊有遮擋嚟到跑啊。但係可惜呢，揾唔到位之餘，咁啊沿途走3疊望空，變咗直路喺外邊嚟到衝呢，衝落去又唔係太多，但係佢做出1分09秒97，輸俾頭馬1個身位啫，就係同一場。逆市奇葩跑第1，贏個短馬頭；跑第2，南區王；跑第3，快馬加鞭；跑第4就係專色翱翔。嗱，所以呢，如果歸類年年勝利，應該同嗰幾隻馬都係喺8中之間。不過嗰場麥道朗嘅副榜係134磅，而今場黃寶嚟騎上去嘅副榜係122磅，就係咁啦，輕咗12磅，再對住嗰幾隻馬，機會有所提升㗎。所以呢，我會揀隻5。4號馬叫做連心星，喺較早之前喺泥地1200跑咗個第3，1分09秒94，同嗰紮馬嘅做出嘅時間係差不多。但係當日智雲大師騎減呢個7磅，實際副榜128，今場都係智雲大師騎。咁但係呢隻馬呢，跑咗個第3之後，對上嗰2場就跑濕泥，輸成10同埋12個身位，大敗。今晚呢，就跑返正常泥地，會唔會變成正常發揮呢？你哋要動一動腦筋啦。會唔會4號嘅機會你覺得好過隻5號呢？真係要自己諗諗。3號馬英雄本色，馬名就威嘅，但係呢，大部分都跑接近包尾，唯一着數就係由4班降呢個5班，就轉跑短泥地，有冇權殺晒呢？都好難選擇可。好啦，2號火神神樂終於由4班降5班，4班降5班呢隻馬跑泥地1200呢係好嘅，好成績嘅。睇翻上個馬季，其中有一場呢，佢係快過1分09秒。如果你有聽足我呢一集節目，當一隻泥地1200嘅4班馬能夠跑得快過1分09秒，佢喺第4班應該就超嘅。咁呢隻馬落到嚟第5班，點計條數應該都係超嘅。咁啊，除非佢有啲咩內在毛病嘅啫。咁上個馬季佢唔係一次跑得快過1分09秒啊，佢係兩次跑得快過1分09秒。另外有一場1分09秒06，即係有3次跑出高水準。咁之後呢隻馬有所回落，留翻今個馬季先至同你砌。但係今個馬季季初連續跑幾場表現都差，馬主真係冇咁嘅耐性，唔等得要轉馬房。咁啊轉馬房遇上濕泥，而上場呢，揾翻班德里騎。班德里本身係騎慣騎熟，揾翻班德里，不過都係表現曳。咁可能41分，不如輸埋佢啦。點解啊？輸埋佢落5班贏一場，上翻4班再搏多一場，贏夠2場，咁嗰條數咪仲好？一係唔贏啊，忍一忍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忍一忍都41分咯，輸埋落5班贏一場，贏咗上嚟，再喺4班再執多劑咁贏2場頭馬，影2次嘅頭馬相，
一場係喺日馬，一場係喺夜馬，咁啊日夜兩張相，咁咪仲威？就係咁啦。嗱，我斷估嘅啫，所以今場第一選呢，我會揀2號火神神樂，而第二選啊，我會喺5號年年勝利同埋10號南區王之中選擇。好啦，1號叫做中華威威，9歲啊，記住係9歲，季初喺谷草1000草地最短途贏咗2場頭馬，5班贏咗，上4班趁住個狀態好偷雞再贏1場，之後再跑多一個第3，喂，盡晒啦啩？咁落5班唔通真係9歲老馬跑泥地1200都仲得？如果佢真係跑第一啊，我啊唯有跌眼鏡咯。好啦，今集節目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咁啊今晚贏多啲啦。咁啊第一口三寶，至於點樣最終嘅選擇係要由你自己決定，好嘛？拜拜。係啊，收音如何啊？好聽過以前啊，定差過以前啊？如果有啲唔同喎，呢個新咪真係好啲喎，請你喺影片下面撳個1字啊，話聲我聽啊，多謝，拜拜，今晚見。